谁让你心动？谁让你心痛？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？谁又在乎你的梦？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？谁为你感动？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，无悔付出青春，他就会对你真。是否女人永远不要多问，他最好永远天真，为他所爱的人。